来看台东海端乡的南怀公路，有一只台湾乌熊无小心为山壁骨落去，佮拼力要爬起来，民众忍不住帮伊加油。大家看到乌熊拢真欢喜，乌熊一个无细力，佮出落来。那个有点陡了，那个熊也自己滑下来，有吓一跳，也很兴奋的。看到熊的所在地碧山温泉到立柱川之间的南怀公路，有不少的人到秋冬会来这泡温泉。不过乌熊它会出现伫这个所在，有人怀疑敢是进前逃走的立柱熊。上次逃离的位置距离昨天发现的位置当然有一定的距离，但我们就目前所掌握资讯，无法进一步判断它是不是一条熊。最近才传出有爬山的民众看到熊，林管处嘛提醒大家，虽然乌熊非常古锥，不过也是野生的动物。若是爬山真正拄到啊，一定要紧离开，唔通顾翕相。针对爬山的民众，林管处嘛加强人甲野生动物之间的知识教育，嘛提醒民众爬山的时阵一定要甲物件收好势，避免去引擎来抢食。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就是爱惜因的方式。